竟然这种茶包丈夫，结婚了16年，从来没有让我看过蜡烛，只有在停电的时候才看到，还是白蜡烛。不要看负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，善起别人的事。我们来听听季风老师在前几年批出来的这一首歌。好，来，后面的帮我 play 第3首，另外一边的第3首。DJ。独角戏是谁唱的？你为什么都知道呢？来，会唱的一直来。许茹芸，但是歌词不一样，是季风老师恩师批的，歌曲改变。所以唱歌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它里面的含义，请不要看讲义，看上面。你配的音乐茶包，竟然这种茶包丈夫，结婚了16年，从来没有让我看过蜡烛，只有在停电的时候才看到，还是白蜡烛。不要看负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，善起别人的事。我们来听听季风老师在前几年批出来的这一首歌。好，来，后面的帮我 play 第3首，另外一边的第3首。DJ。独角戏是谁唱的？你为什么都知道呢？来，会唱的一直来。许茹芸，但是歌词不一样，是季风老师恩师批的，歌曲改变。所以唱歌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它里面的含义，请不要看讲义，看上面。